大家好，我是嘉辉，今日搁来到咱要来小解即个台语册啊，今日要来小解7本的台语册。好，安尼就莫废话啊，咱就直接开始。第一本台南青少年文学图本台语诗歌，即本呢其实是针对要互国中、高中的囡仔看，当然。国小嘛欢迎啊，只是讲可能淡薄仔对国小的学生囡仔来讲，可能会较困难小可。啊，毋过即本呢，其实你若要用伫咧中等学校的教学，其实诚好诚赞的一本册哦。是讲未来啊，除了讲咱课本的顶悬的物件的文章以外，咱阁会使补充另外的教材。譬如讲即本乱乱虎城即本是诚好的册。好，第二本呢，房屋中的火车，即本是足有名一个诗人叫陈明克老师伊写的一本台语诗的诗集内底拢是伊有着种的作品。所以呢，头前老师会小解2-3本台语诗集，互你参考。你若是未来你有要兴趣写台语诗，其实你拢会加看遮足厉害的老师的册，会当参考，会当用因的手路去写即个台语诗哦好，第二本台语诗呢是《微云芳我海边》，是本台语诗。即本老师有买即本真是足专业的即个实物的即个物件，即个做幼路即个讲法所以你若想要知影即个实物，伊是要安怎台语是要安怎讲，要安怎写，其实即本是足好的册。即个老师嘛是伊咧台湾界介有名台语诗人。我嘛推荐你会当买伊的台语诗集，真听小解，真是拢做pro级的，做厉害的台语诗人的老师欢迎捧场后来第3本是阮兜隔壁迄间美术馆，即本是陈金顺老师的台语诗集，伊内底收录100篇伊写的台语诗，即个。金顺老师呢，伊已经伫咧台湾界已经唱20几年啊嘛是咱足敬重的前辈。其实伊的台语诗嘛是足有路的，而且呢足文学性、艺术性的，所以真正老师推荐即3本台语诗的册。你若是想要往即方面来写作，你无选择去甲老师，也是甲别人上课，也是甲一个台语诗人老师上课。其实你嘛会通家己学因为像老师我家己我写台语诗，我嘛是家己学的。欢迎买即本3本台语诗，互你参考。等下我会甲网址放咧即个 YouTube 的下面欢迎你会当参考看卖。后来就要小解即个小说啦即本《大人的爱》咱纯粹台语小说集，即本是那老师呢？咱纯粹咱老师伊的第2本的小说我感觉嘛是足精彩的。伊有出第1本是无啥无影无食，歹势无影无食。即第2本呢，《大人的爱》嘛是足精彩有一寡做幼路的做迄种生活化阁有一寡迄个新妇甲即个大家冤家阁有一寡足复杂的即个爱情啦会当来即个描述即个对即个小说呢会当有一个描述的手路即个方向。我感觉若是对你要学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足有一个参考的价值啦即本我感觉内底嘛是
感觉人物啊，甲是人咧看时阵，感觉就是咧眼前咧搬戏吼，真是足精彩足精彩的。嘛欢迎吼，你会当上博客来吼，我遮册拢是博客找着，所以我会伫咧下面放网址吼。你若有想要看即本台语小说吼，你嘛会当伫下骹找着哦。好，即摆要来小解一本较特别的册吼，即本叫《台湾动物来唱歌》。吼，即本是绘本哦，甲通拄仔册拢无相像哦，拢无相像哦吼。啊，你讲对无相像，第一，伊是绘本；第二，伊有 CD， 吼，伊有 CD， 伊是周定邦老师甲伊的后生做伙出的一本册。因为周定邦老师因后生俊廷呢，伊是俊廷老师吼，伊是即个动物学的，吼，啊，所以伊对即方面呢足专门呢，吼，所以伊内底有小解通拖台湾动物啦，吼，啊，甲即个动物吼结合起来，吼，啊，有编一寡趣味的歌谣啊，吼啊，会当互大家欣赏。所以呢，即本呢，足适合大人囡仔做伙来读，吼，毋是像通我小解即个小说，当大人可能读较有嘛，囡仔无法度读。按我即本是，你用伫你的教学顶悬，吼，不管你是台语老师、台语作家，还是讲你是不管你是啥物职业的家长，吼，你对台语有兴趣，其实即本册是足好足好的册。而且伊的图真正画到足水足水的吼，老师歹势无要放内底吼诶内容去，因为这是对因的尊重啦吼。那若是讲你有兴趣的，咱直接去博客支持啦吼。好，来要讲到即本呢，老师嘛有啦，哇！你讲老师真正是吼要有够侪册啦，讲即本嘛有，当然嘛爱有，因为即本是台文通信30档纪念月刊，吼，即本是有作者吼，真是拢是少年辈啦吼，甲黑米老师啊吼，志婷吼，啊搁有陈瑞老师，吼，碧东老师吼，因拢是吼，啊搁梁公先生吼，因拢是做对台文做有心的人，啊，所以呢，我希望初学者哦，你会当读即本册吼，通拄仔小解讲，你若对于介困难，即本是你好做好入门，会当熟悉白话字，会当熟悉咱台文通信，伊咧做啥物代志？嘿，台文运动内底有大细项的无共款的物件伫内底吼，啊，你会当看会到这30档因做啥物代志吼，最重要的一本册啦吼，啊欢迎你会当上网去支持啦。你讲老师我的册买袂了啊吼，逐本拢爱支持。啊，你家己斟酌看觅，你若是初学者，你会当先看即本册，其他豆豆学来吼，OK， 安尼今仔日家辉就小解到遮，有啥物问题欢迎会当伫下骹留的哦，多谢大家。